伫即个电子产品和网络长时间年代，有真侪管道通好接收新的资讯，即马会主动摕册来看的人是愈来愈少。今仔日是世界阅读日，出版业工会和即个国家图书馆做伙举办讲座，讨论到台湾人阅读习惯的现状，也有未来。4月23是世界阅读日，真侪图书馆和出版社拢会办活动响应。不过，伫即个电子产品接时行的年代，看册人是愈来愈少，爱安怎甲阅读推广出去？出版业工会参国家图书馆拜二举办讲座，讨论台湾阅读的现状甲未来。根据国家图书馆去年的调查，上爱读册民众年岁差不多是35至44岁。出版业工会认为，阅读的习惯就要为囡仔时代培养起。读册，咱爱对囡仔开始读，有咱有一寡搁较侪册落去幼稚园，咱去教遮囡仔免阅读。不管后来咱着到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其实因着自然就会养起即个读册的习惯。除了看册习惯是愈早开始培养愈好，优先册业的理事也认为，即马即个时代徛伫第一线的册店，毋是干那卖册尔，爱主动去创造民众看册的需求，结合一寡活动建立特色，才有法度甲阅读推广出去。开一间咖啡店，开一间脚踏车店，旁边放一本书，是不是也在做一种创造需求的事？现在的书店重视的是，我们必须要透过选书来说我们这家书店的特色是什么。我想要跟这些读者们创造什么样的连结？出版业工会原来真认同结合无共元素和阅读的推广方式，因也认为即马无一定是伫册局内底推广，应该爱行出去，用多元的方式，互读者接触到册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